新闻来关心中国外交部长前讲无消无息已经1个月。伫昨昏，中国的官方对外宣布改免职，即马中国的外交部长是改任命王毅，搁转来做。当伫大家拢咧要前讲消息的时阵，新华社25报道，伫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14届中国全国人大第4摆会议经过表决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免职。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5日签署第8号主席令，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，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。消息发布时阵，中国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也伫南非参加2495伫约翰尼斯堡举行的第13摆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。中国外交部这个月19发布王毅这项行程时阵，大家关心的焦点依然是6月25就报出来，无代表中国出席的外长秦刚，过去1个月，中国外交部一直用健康因素来回应大家疑问，也就是将威闪过。就是秦刚外长已经连续了1个月没有公开露面了，对中国的外交活动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？你应该看到中国外交活动都在稳步向前推进。伊向被认为是习近平亲近人士，57岁前讲，在外交系统30多年，去年12月做外交部长，接替在任将近10年，69岁王毅，只是外长才做半年外，伫这大会宣布也予伊加做前一时间上帝外长。过去中国高官向向消息，王方被认为是健康出状况，啊若无就是做无政治上的危机。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。